咱台湾移港的人数今年顶半年有要74万人，是创下历史新高。所以要带大家做伙来看，有一个印尼移港叫做吴咪，伊是真够唱台语歌，毋但有袂少台湾的买将，伊还阁考到街头艺人证照。 第六礼拜过道，宗教文化色彩正高的高雄景点莲池潭传来台语歌的歌声，后壁配湖水的好景致，属实阁随伊的气氛是真有台湾味。 在这种看起来真一般的生活内面，上特别的是，在顶悬咧唱台语歌的是一个剃头金的印尼人。迄个叫做吴咪，我捌伊几啊年啊。啊，伊拢一世纪伊个念歌，伊就去比赛啊，啊，都足爱念啊。 7年来这里工作，我是照顾阿公阿嬷的。阿公阿嬷都睡觉的时候，我都无聊啊，那我订歌啊，随便工作随便订歌这样的我可以去莲子丹这样子唱歌。 甲吴咪的台语歌本掀开看，会当看到内面是标注一大堆，拢是伊家己写的音。为着要甲台语学好，伊毋若开钱去上课，佮用这种上基本的方式，拍拼甲歌词背起来。即马伊毋若会晓唱200多首台语歌，佮考到伫台湾街仔路表演的艺人证照。吴咪伫咧参加活动的时阵，伊上爱线顶放送分享动态，可能就是想要甲印尼家乡的亲友讲，伊即马伫咧台湾过了真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